國賽員預備的倒數安聲起步啦，喂！10、9、8、7、6。打交好似啊嘛，呢個好多打交唔知入多落。咁啊起步咧應該就係車雲士，跟住後邊就係希特，跟住就係德仔，跟住傑華，跟住阿 Ken。暫時名次係希特、車雲士、德仔。咁啊而家左下角就有識識到就頭二車啦，就係車雲士白頭白尾灰色花，後面熒光黃二車就德仔。有二三車嚟喎，希特係頭車喎，熒光黃係頭車啊。頭車頭車係橙色車啊！而家直到尾依個橙色車黑尾翼，就希特頭車嚟嘅。二車車雲士，三車德仔。咁啊頭車而家直到頭啊！喂，三架都換個位置喎。呢一下翻嚟之後咧，而家頭車應該係德仔啊！德仔頭車二車希頓啊！係啦，而家直到兩架就熒光黃嘅頭車，橙色車二車，後邊嗰個三車嚟嘅，啲二三車啊！而家揸翻頭下邊。係啊，啲二三車嚟嘅。德仔一個意外咧，而家希頓頭車二車，車雲士三車德仔，打分半鐘嘅啫，位置已經換幾次啦。而家係啊，再咗1分40秒，名車希頓，車雲士德仔，德仔係三車嚟嘅。咁啊，車雲士追緊啊希頓，而家直落尾邊到長中間去右下角，揸翻台前面1、2、3車啊，橙色、白頭白尾灰色同熒光黃呢三架1、2、3車嚟嘅，希頓追到車雲士車尾。而家頭車係希頓嚟㗎，橙色車，橙色黑尾翼，二車係白頭白尾灰色車，三車德仔熒光黃。咁啊，車雲士啊追緊啊希頓㗎啦，而家喺就快出直路，白頭白尾灰色花追緊個橙色黑尾翼。咁啊，三車德仔熒光黃，四車啊應該係藍色車嚟嘅。哇！嗱，車雲士同阿希頓都變得好緊要啊！賽事去2分50秒，仲有5分鐘嘅。咁啊係啊，跌爆邊頭1、2車到要贏㗎啦，即係佢自己都唔使。咁啊，賽事去3分05秒，名次而家係車雲士、希頓、德仔。咁啊，跌爆邊車嚟嘅到要贏啊！唔該你。賽事有3分16秒，名次係車雲士、希頓、德仔、皮蛋。咁啊，頭車而家車攝住咗啊！哎呀，二車跟住三車又翻出嚟啦。呢車花地咧，應該名次有啲變動㗎啦，冇錯。而家名次就係希頓、德仔、車雲士。唔喺度喎。賽事仲有3分45秒，名次係希頓、德仔、車雲士。咁啊，頭車希頓咧就係橙車，而家揸翻台底，橙色車黑色尾翼。二車德仔熒光黃嚟嘅，而家左下角同阿車雲士爭緊2、3，又再過翻，而家二車係熒光黃嘅德仔，三車後邊嘅車雲士啊。咁啊，賽事有4分鐘嘅啫。咁啊，而家車雲士同阿德仔爭緊2、3㗎啦。咁啊，希頓又放開咗出嚟㗎啦。哎呀，啱啱過民中嘅時候有啲意外啊，希頓。唔該曬 Ken。咁啊，車雲士同阿德仔繼續片緊嘅，而家揸翻台底。咁啊，頭車係希頓，橙色車黑色車尾。二車係車雲士，三車德仔。3、4秒啊，3、4秒啊。賽
賽時向4分40秒左右，名次係希頓車輪士德仔。咁啊頭車係橙色車黑尾翼嘅希頓，而家左下角就位出路。二車車輪士係白頭白尾灰色車花，啱啱意外咧又俾阿德仔過翻啦。而家德仔又喺車輪士前面啦，賽前就有2分鐘左右。咁啊，頭車追緊2、3車㗎啦，爭3隻彎嘅距離左右。咁啊，而家車輪士追緊德仔，德仔2車，熒光黃3車就係車輪士，白頭白尾灰色車花。咁啊，後邊嗰個橙色黑色尾咧係頭車嚟嘅。後邊而家要三車後數啊！好，唔該晒主持。咁啊，賽事去到5分40秒，名次就係希頓德仔車輪士。咁啊，而家德仔帶嘅車輪士有2隻彎嘅距離，直路尾去到場中間去揸翻台底。最後2分鐘，車輪士反咗車，會唔會俾阿皮蛋過埋呢？咁啊，暫時名次繼續係希頓德仔車輪士皮蛋阿 Ken。咁啊，而家去到6分半鐘，名次希頓德仔車輪士。咁啊，頭車希頓就係橙色車黑色尾，而家直路頭追緊2車啊，開始翻喺2車啊，2車就熒光黃嘅德仔揸翻台底，3車車輪士白頭白尾灰色車花，而家場中間。哇！德仔後邊頭車倒叉要讓㗎啦，唔該晒。咁啊，賽事去到最後分零鐘，仲有1分鐘到嘅啫。名次係希頓德仔車輪士皮蛋阿 Ken。好犀利喎！賽事去到最後40零50秒，名次係希頓德仔車輪士皮蛋。名次繼續係希頓德仔車輪士皮蛋。咁啊，頭車係希頓橙色車黑色尾翼，2車德仔熒光黃，3車車輪士白頭白尾灰色車花。賽事去最後20零秒啦，名次係希頓德仔車輪士。頭車而家出正路。好玩啊，德仔，順行啊！得動㗎啦！賽事去最後10零秒，名次繼續係希頓德仔車輪士啊！各賽員預備完成你尾圈啦，繼續跑啊！繼續跑啊！繼續跑啊！繼續跑，繼續跑。好啦，就埋啦。好啦，賽事完成。咁啊，最後名次係希頓德仔車輪士嘅。